来看2023年的纽约气候周，伫联合国总部举办哦。伫纽约街头有几啊万的示威者，因将街头呼吁拜登政府停止批准新的乌石油甲天然气的计划。另外，伫德国柏林毛抗议的民众，伫当地地标布兰登堡的门口喷柑仔色油漆，抗议政府对减少使用化石燃料的决心无够。 大声喊口号，要求政府随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迁加重所带来的天灾。纽约气候周17伫联合国总部顶场，纽约曼哈顿街路17涌入数万名的示威者，举行终结化石燃料游行。We're targeting Biden because he needs to completely reverse course. He's not even showing up to the Climate Ambition Summit, which is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And what he needs to do in order to earn youth votes and win the 2024 election is to end fossil fuels. 就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纽约气候周同时举行，拜三也会有一场特别峰会，由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召开。会中伊呼吁各国，特别是 G20 集团的成员，加速行动，合作应对气候变迁。美国目前犹原是全球上大石油甲天然气生产的消费国。 环保天数计算，到2050年前，全球计划进行的石油甲天然气钻探活动中，都有约1/3是由美国财团主导。Right now,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be approving record number of fossil fuel leases, and we must send the message right here, today, right now, that has got to end today. 另外，德国首都柏林有名地标布兰登堡大门，17号抗击气候变迁的情绪喷黄色甲柑仔色的油漆。柏林警方表示，一个叫做最后一代的组织成员使用液压升降装置对东边的桥仔喷漆。警方当场逮捕所谓14名成员，佮对这件财产毁损案件展开调查。公司新闻陈伟霆编译。